记着吧，你们记啦，上班前刚那些那卡就完了不得着，最重的反正太有的，那我这样的年是给阿亲妈咪，阿家红都到吹牛的这些年是的给叫我上的话，俺不得起的阿亲，阿家人就是啦，大两天嘛都谈的那边干的给打啥，这口还有的老米点把米。大米，阿家起来说，阿家的不办法得不得下，阿家的这啥，打开的拿了的菜呀，这们都是乱的4个多啊，阿家的呀，人民要付钱都是啊，做这个我做掉的吧，都是啊的，阿家拿了的款款些只给我的，不满家人的给我的，园长给免费去逗我的吧，可不是那给我的，你给我去吧人吧，那是我们，这么俺看来的，这个大掉的吧，那大伙都这么嘞，什么做规范，什么做好做下去，俺都看来的，我呢都是啊的，阿家的这些呀不才给我们把米，阿家的啊都是嘛的，这啥，给了米钱本的大家还多啥？那韩国啥就俺人吧，你全部都给说了，俺们跟那么多年不嫌那多啥？我那韩国啥中国啊，看来大待遇，那么就打100来头，那同都民全部都是民，还不或者写段，你这些大家不才给我呐？是哪来是中国？第三民全部有那个单都是些事情的，但是我你看最小的话，明年我送嘛啦，看最小的话。小姐，如果阿姐的不把马的这老住的球打等来啥啦，老能买给了，这啥啊？这开了干什么是都买啥？谁中我，你还没差不多都，你这些也不才给我听得钱呐，开的米全部都是当俺小的，俺老个那么的，我蹲点俺还来不上着，对们都单挑给多啥？谁中我单挑的给的别傻问我，对吧？主任大院长给俺的什么用呢？而且看上人这多，那第三基础的这最多，每全部有那的些事，谁就那不真这多，阿妈。